我哋再睇翻咧，另外喺網上嘅拍賣咧，喺呢幾年已經非常之流行啦。有啲網絡嘅服務平台咧，最近就發表咗一個研究，就係指咧有啲網絡零售商佢哋每月嘅營業額可以高出一般嘅零售商超過4倍嘅。當然啦，唔係個個零售商喺網上都可以做到咁好嘅生意，但係我哋都見到咧，網絡零售商已經進行咗成為一種我哋主流嘅消費文化。阿 Roy 同 Derek 拍檔喺網上做生意已經4年幾啦，主要銷售新款嘅數碼相機、手機同埋相關嘅部件。呢個創業嘅念頭係由當時仲係大學生嘅 Derek 成功喺網上賣咗第一部手機開始㗎。咁原來就真係有個價喺度嘅，咁我不單止賣咗，仲有少少錢賺添。咁就後來就開始，諗下可能係一盤生意嚟嘅喎。由賣二手電話開始，到而家轉賣新款手機同相機，生意額由每月嘅3000幾蚊上升到而家幾百萬。佢哋話增長主要嚟自對網上購物嘅信心提升，同埋發覺價錢會較街鋪平。喺網上做生意會接觸到唔同國家嘅顧客，當然亦可以選購到海外嘅產品。唔同國家嘅客人會同我哋買嘢，咁例如一啲即係譬如我哋比較少聽到嗰啲國家都會，即係譬如非洲啊、埃及啊、埃塞俄比亞、俄羅斯啊等等國家，其實都有有啲客人係由呢啲國家嚟同我哋買嘢嘅。做零售生意要經常留意潮流嘅變化，唔可以只係憑價差就入貨，銷路唔好，最終公司都會蝕錢㗎。佢哋試過入咗一批香水，市場反應就唔係太好啦。試過一次，佢哋就察覺到貼士嘅重要性。最興買嘅咧就係一啲可以捕捉到人面嘅，或者係一啲捕捉到個笑樣嘅，即係譬如一笑一笑咧，嗰個相機咧就會影咗㗎啦。咁嗰啲咁嘅相機咯，價錢咧就都唔會話特別貴嘅。佢哋話做生意一定會有挑戰，生意流程做快啲就可以吸納到客戶。又認為而家網絡市場貨種多，又分分鐘可以買到平貨，一定會越嚟越多人上網買嘢。建議自問有生意諗頭嘅人，可以先從低成本嘅網絡商店作為生意嘅第一步。網絡平台經營商話，網上交易已經將傳統面對面嘅交易方式轉化為虛擬買賣，唔需要有一間實實在在嘅店鋪都可以做到生意，適合一啲資金有限嘅創業者。Now it is a mainstream way of selling as well as buying. It's not just a niche audience anymore. With over 248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using us. 呢種生意模式可以俾賣家減少存倉，並且唔需要擲住一筆資金，營運較有彈性。而對於買家嚟講，足不出戶就可以搜尋到一啲外地嘅特產或者限量版嘅貨品。We recently did a survey of our cross-border sellers. So the cross-border sellers on average earn 4 times as much as a offline seller. 隨住網絡買賣漸漸成為其中一個主流嘅購物模式，佢哋嘅服務亦比以往專業化。以收費模式為例，可以為客戶預繳，加快交易過程。服務商又同時為賣家提供更多市場調查同埋交易銷售情報，幫佢哋策劃發展大計。根據一項統計，買家決定購買一件商品前，除咗睇下貨品係咪合適之外，佢哋會留意價錢，有啲咩附加服務，好似保養啊、退款保障或者包裝等。但網上生意競爭咁大，有晒以上條件都未必能夠突圍而出㗎。首先，我相信係佢個貨源啦，佢盡量係比較特別啲啦。其實喺我哋網上邊或者香港市場上邊都係比較特別嘅貨品。咁第二，香港人啊嘛，價錢都好重要咯。咁我諗係，如果件貨品係比較特別嘅話咧，其實個價錢可以即係調節得高啲嘅。Winnie 係呢個網站嘅電子商貿業務拓展經理。佢話拍賣網站每月嘅瀏覽人次已經達到120萬，每月營業額約有5000幾萬。佢留意到網頁設計、網上商店嘅陳設，甚至商標都會影響到買家嘅決定。相就係一個好好例子。咁有陣時可能你買一啲用過嘅嘢，咁其實即係就咁影幅相，咁就擺咗上網上面睇下冇人要。但係而家咧佢哋專業嘅啲相好靚嘅，你見佢哋好似揾咗個專業嘅一個攝影師去影過啲相，可能甚至着咗一個好靚嘅 model 身上邊去賣嘅。網上生意成本相對較低，幾萬蚊已經可以開業，吸引到唔少買家轉為全職。
對於一啲想小試牛刀嘅創業人士嚟講，網上買賣確實提供咗一個唔錯嘅機會。